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哲安。新闻一开始先看南投三林溪教育园区发生游园巴士并车载落去山坎的意外，包括司机在内车顶有8人，其中一个圣诞的游客送医游馆是救无回来。在事故原因查明进程，这游园巴士是全部暂停。 事故现场正乱，消防人员赶紧伫现场评估甲检伤，随将受伤的人送去病院。还有家属吗？没有。好。游园车顶8人分别送去南投政治间病院，其中彰化县等个查甫人到院进前无性命迹象，经过病院抢救，嘛是救无回来。他主要的伤是在头部的撕裂伤了，是推断应该是脑部的部分是主要他的致命伤。那腹部的话有一些 淤血，但是超音波看里面其实并没有说有腹内出血的情况。游园车姓杨的司机轻伤对事故一无回应。车到中昼12点外，南投三林溪森林生态度假园区发生游园车落落山坎的意外，造成1死7个受伤。大概12点半的时候，游园车由服务中心往花卉中心方向行驶。那我们的游园车擦撞山壁之后滑落山谷。那车上包含司机总共8位 乘客。园方表示，游园车好亲像先压着山壁，早落落30公尺深的山坎，确实肇事原因也有待查清楚。这台游园车出厂差不多5年，每半年会保养一届。平常时敢负责园区内游客接驳，一天差不多走5至8桩，否认司机疲劳驾驶，会负起后续的理赔加保险责任。伤者后续的紧急救护跟这个赔偿金额保险，我们都会负责任的负责到底。 只要入园游客都有投保公共意外险。观光署讲，这个园区游园车属于观光游乐业自用车，敢会当伫园区指定的范围行驶。除了紧急启动应变机制，伫事故原因查清楚进前全面停开。事故现场已经封起来管制，会持续做相关的调查作业。记者采访报道。 再来看桃园观音台61线快速道路，昨伫咧就报43.7公里的所在发生严重的车祸，造成2死2伤。一台接驳车甲一台货车相撞做伙，后壁这2台拖车闪起屏，搁再造成另外一架车祸。2个拖车驾驶目前是移送法办。 车辆残骸碎片，6个柜头卡地面拢是土。代志发生伫车到透早5点59分，观音区第61快速道路上报43.7公里的路段发生重大车祸，造成后边的路是大塞车。这个事故造成4人送医，其中吉普车甲小货车2个驾驶当场失去性命现伤，送医了后宣告急救无效。 到达现场为1辆异引车、1辆小货车及2辆自小客车交通事故，有2位民众欧卡以及2位受伤，分别送往部立桃园医院、新屋分院、联心医院以及林口长庚医院救治。事故初步了解是吉普车甲小货车相撞到停在路中，后边驶挂头的拖车的姓黄的驾驶看到向道边闪驶过，虽然无压到，不过车身煞出去。地势在土大面石落伫涂骹，后朝姓黄的驾驶驶过的拖车经过，因为涂骹拢是土，打动也袂赴，弄到吉普车甲小货车了后，后续自小客车也搁对撞。事故共计4台车辆发生碰撞，4人受伤送医，详细肇事原因待后续调查厘清。针对这件死亡交通事故，拖车2名驾驶的酒测值拢是0。警方表示，会向过失致死罪嫌将2人送至检视侦办来调查确实的事故原因。记者综合报道。 屏东昨火烧车一架停伫路边的轿车，这车主才拄只救车尔，随着发生爆炸庆烟。加在这车主是紧走出来，无生命危险，可能是这车顶有放一支瓦斯桶，才会来造成意外。事故原因是搁爱调查。这个全拿出来啊，全部这个装，哎呦，这个瓦斯。 啊！鸟我咬了。厝边隔壁听到爆炸声，拢走出来看，规台乌车已经庆烟搁倒火。因为屏东市中明二家车路无大条，双边拢是徛架。民众听讲车顶有放瓦斯桶，除了拜托消防队进来救火，大家赶烟筒啊滴水，护士讲救力先来到拍火。啊鸟啊！哎呦！我听到嘣一声，我就拍衣角啊，我怕伊即摆搁冒白烟哦，我足危险啊！即摆冒黑烟吼，下念伊就发火啊，安尼啦。
赶紧来安尼啦。啊，伊一开门就跳走了。附近民众讲，早起车主要驶车出门，一上车发车就随爆炸庆烟，加载人骨走出来。消防队赶到现场，就赶紧先把车顶的驾驶桶散出来，避免意外扣大。根据了解，车主今年22岁，是职业军人。因为家属讲，车顶迄桶驾驶是因昨去航巴用的，唔知是毋是因为关无安漏气才会爆炸。对此，消防队表示，佫需要等待进一步的调查。现场有一名伤者，男性，22岁，清醒，脸部及肢体。有烧烫伤，然后后续由躲调人员以及远警调查处理。受伤的车主无性命危险，不过烧烫伤有较严重，已经转去高雄治疗。这台火烧的轿车随风火已经拍花，不过因为是油电车，也佫一直咧庆烟。消防队也继续钻水降温，避免电池的温度升高佫烧起来。记者郭明在客家组柯超阳屏东场报道。关心天气，今仔受到冷气团影响，各地温度各降。气象署是针对新北、桃园、金门发布气温特报，咱来看温度。今仔中部以北、东北部的气温是12度至14度，其他地区是15度至17度。中岛北部温度上悬嘛，干那14度至16度，其他地区是18度至20度。因为华南风雨区接近，即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拢会落雨。伫咧加行北海岸、宜兰山区也发布大雨特报，到下半部水气减少，各地拢是侪云。讲到即届经典赛，行政院长杜英泰是亲身去到日本，替这台湾选手来加油。嘛强调讲，即届是家己开钱去的。不过哪甲尾是继续质疑，要求行政院要出面讲务清楚。另外一方面，中国嘛咧抗议，这日本官方是回应讲，针对伊个人的行程是无评论。这是一个假日、休假日，自费，而且是私人的活动。蔡北杜英泰在亲身回应，初次去日本东京巨蛋球场替 WBC 经典赛台湾选手加油，是自费而且私人行程。不过，最高在野党也是质疑公器私用。国家这是1972年第一段搞了后，头一届有现任行政院长去日本。日本共同社報道，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孫衛東已經向日本提出抗議。台湾側はプライベートなものと説明していると承知しており、政府としてコメントする立場にはありません。講談のお尋ねでありますけども。日本講杜英泰即屆無甲日本政府關係人士接觸，咱外交部是回應有關行政院長私人行程無評論。民進黨立委講，杜院長去日本是重大外交突破。不過國民黨立委卻質疑，包機的小單到底是自費還是全民付錢，行政院愛講個清楚。從桃園機場特地飛到還是移到松矢部，然後早上6點半等你登機，然後晚上特地又飛回來。那這算是包機吧？那我們想知道，就是說，那私人行程那錢是誰付的？除非你發現哪裡不合理，來談這個議題啊，才有一點意義啊。這個對於整個台日關係，我相信國人同胞一定感受到第一個，哎呦，突破了。民眾黨立委陳清良質疑是安怎私人行程一旦為上指部出發，發文要求行政院說明。國民黨立委王鳳儀同款向行政院華航甲上指部發文了解情況，行政院回講，包括維安隨行人員的機票，攏是由杜英泰付的，行政院無付任何費用。高市同意之下，但是雙方怎麼用這種私人行程去加油的方式來做一個不刺激中國的一個處理，我覺得這是一個，也是一個非常合理，也是一個非常現實一種做法。主辦民府分析，杜院長以看棒球的形式去日本是標準的柔性外交，不過若是台灣向外突破，中國就會持續打壓，呼籲朝野都要共同支持台灣開拓國際空間的努力。記者採訪報道。來看今日早報重點，先來看聯合報。台灣青光眼的患者超過52萬人，其中有1/4的患者是50歲以下，主要是長時間用電腦要困進前關電火佮耍手機有關係。再來是自由時報，國防特別條例草案，國民黨提出3800億加N的版本，有這風聲講，這美國並無接受。美國國務院嘛表示講，鼓勵台灣政黨放下這政治衝突，趕緊通過國防特別預算，來展現保衛自身安全的決心。最後是這中國時報，中東的戰事，日本95%的中東原油進口被切斷，日本政府指示準備要放出國家庫存的石油。這是自2022年羅西亞甲烏克蘭開戰了後，擱再一改動用。
讲到这中东的战事，国际油价继续冲悬。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为着世界和平，都要付出小可代价。同时，伊也讲到，这场战争已经是超进度，已经差不多要拍了。这话一讲落，国际油价嘛随个落价。德黑兰的油槽受到攻击了后，规个倒起来，乌色的高烟直直升起到天顶。美国甲以色列继续攻击伊朗，星期暗崩歹误打伫德黑兰的油槽甲石油设施，火势一直到过顿工还未拍花，高烟甲日头光炸掉咧，甚至甲乌云连做几片，伫个附近落石油雨。能源设备受到影响，国际油价大起，布兰特原油一桶起到119.5块美金，创下高一日起上济纪录。虽然油价冲击到消费者，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伫社群媒体答文，强调是为着彻底毁掉伊朗的核武威胁。短期起油价是维护美国甲世界安全的小代价。佮较讲，干那空暗的才袂安尼想。伊朗外交部批评美国甲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真正的目标是为着控制能源。سیطره بر منابع کشورهای دیگر هست. صحبت‌های گراهام رو دیدید. با خوشحالی میگه که اگر ما بتوانیم نفت ایران رو هم تصاحب کنیم در کنار نفت ونزوئلا بر 31% از منابع نفتی دنیا مسلط خواهیم شد. 能源危机拖累全球金融表现，欧亚股市全部拢大落。虽然美国尾也因为川普暗示这战事要收煞有收红，也毋过分析师警告，只要关键水道荷姆兹海峡无开，安尼市场就会继续震动。Oil is moving markets, and until we see a tanker, or at least multiple tankers for that matter, pass successfully through the Strait of Hormuz unharmed, I think this volatility is going to stick in the markets. 为了减少供应中东带来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欧盟甲中东领导人视讯会议讨论伊朗危机。G7 财政部长也开会讨论应对方案。欧盟表示，虽然目前也未出现结构性的供应问题，也毋过各国已经做好随时甲市场放出战略石油的准备，保护经济免受继续的冲击。同时，也强调袂当互罗西亚借着这波能源起价的机会，扩大军备拨款。The oil reserves are being held exactly for situations like this. If we are facing crisis, if we are facing disruptions of supply, that's exactly where we can intervene. We are not seeing any structural shortage of supply going forward. 美国甲罗西亚领导人初九通话，讨论伊朗甲委内瑞拉的局势。国际社会也是想要伫个战火甲经济崩盘之间找到和平的机会。也毋过伫个德黑兰政权接任者立场打压，也阁有区域局势，也是真紧张的状况之下，这波由石油引起的全球连锁效应，目前也是有真悬的无确定性。公司新闻郑伟宁编译。因为美国甲伊朗的开战影响，昨亚洲股市、日本甲韩国是拢总大落。这台股昨落上济有到2000点，收盘是32101点，有史以来落第4济。也惊台股开盘是暂时目前是徛倒来33000点。最高亚洲股市红记记，原因是美伊冲突造成国际油价布兰特原油价格北冲破一桶119块美金，和亚洲股市变做提款机，市场避险情绪升悬。收盘台股盘4.43%，韩国股市盘5.96%，早盘北阳灯，日股盘5.20%。如果油价继续上涨的话呢，对于股市的压力还是会相当大的。抛售持股的资金逃难潮一般来讲没有那么快就能够止住了。国安基金呢，他们或许有机会会去开会。亚洲股市当盘，台股也无闪过，开盘32354点，也是上悬点，无到半点钟1厘半，上加到31529点，盘2070点，创史上盘中第2大盘点。虽然盘势尾后较收，不过收盘是32110点，盘1489点，创收盘史上第4大盘点。收盘了，证交所公布3大法人动向，外资单日卖超1208.17亿，创台股史上上大卖超纪录。千金俱乐部像台积电早盘120块，尾盘阁徛转去1800块，收伫1810块，盘80块。台面上大部分拢盘，只敢用明甲万海，一个油气股逆势控盘颠倒起，台塑化收伫起停，国安基金操盘手，财政部锁定5千华讲，台股甲日韩比较会当一盘 ，AI 基本面也是真好。
早上的时候最低大概跌到这个接近这个季线的位置，通常季线不会一次性跌破，就像上个礼拜跌到月线就出现反弹一样啊。但是呢，反弹融资减得不够干净情况之下，遇到利空马上就再跌下来。专家认为，中东战争引起的股市波动并不是基本面的问题，只是台股今年起衰回档，如果拄到战争，将做回档的催化剂。最高金融市场股汇市垄断，新台币对美金一开始31.72块，尾下就一直跌，收伫咧31.92块半2.42角。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继续来关心中东开战。有媒体是指出讲，伊朗总统费泽斯基安是针对无端受到攻击的波斯湾国家公开来回击的。不过，这是引起革命卫队不满，颠倒是加强攻击附近国家的美军基地。除了空军中心的杜拜机场遭受伊朗的空袭，包括我波斯湾的几个国家，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沙特阿拉伯拢受到攻击。路透社一个半岛英文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虽然发表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的讲法了，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就伫咧推测对进前攻击边的国家表示道歉。英国守护革命卫队正不满，继续对边的阿拉伯国家发射飞弹甲无人机。英国也和几多年来对伊朗态度较缓和的卡达正不满，认为伊朗背叛波斯湾的友邦。英国卡达希望代志一个月当桥，唔通无甲踢破面。What happened is really a huge shake-up for the trust in the relationship that we have with Iran. We will continue talking to the Iranians. We will continue trying to seek de-escalation. 那对地图看，这些国家拢有美军的基地，和伊朗军方认为是伫咧帮助美国甲以色列攻击伊朗。其中，沙特阿拉伯第一面传讲，伊朗的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外电引述沙特民防单位的社群大文讲，死亡的2个人分别是来自印度甲孟加拉，并不是沙国的公民。另外一位死亡人员是派驻伫咧当地美军，是第7个和伊朗攻击死亡的美军人员。这是伊朗上新所杀出的网络妄假宣传影片，指责美国为着要暗砍爱普斯坦条文，因对伊朗发动空袭的第一天，也就是2月28，就造成米纳普一间小学的查某学生加教职员100多人死亡，伊朗才会发动反击。虽然纽约时报加几多间媒体拢讲，初步调查显示，美军就会对这件代志负上大责任。不过，美国总统川普吹背讲，代志是伊朗军方做的。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美国甲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惊动全世界。这英国首相斯凯尔是直接表明讲，那这局因是绝对袂参加。美国总统川普就甲回呛讲，即摆斯凯尔是确属过去的丘吉尔，丘你根本就是唔敢拍。斯凯尔不如丘吉尔。川普用力攻击攻占英国媒体头条。伊朗战争爆发的时阵，传出英国把拒绝就塞浦路斯基地后美军来使用，虽然拜日马上暂时动议，不过英美关系已经出现逼痕。What I was not prepared to do on Saturday was for the UK to join a war unless I was satisfied there was a lawful basis and a viable thought-through plan. That remains my position. Our bases have already been attacked. Iran is trying to kill our servicemen and women. He is catching arrows rather than stopping the archer. That's what we're talking about. 英国警察的行为被评价为另外一场有争议的战会。不过局势无主管降温，英国塞浦路斯基地受到伊朗报复的攻击。并伦敦捌派4架航太战机、2架反无人机领地的野鸟直升机加孙悟型航空驱逐舰去中东。英国到底应该介入入侵？英国几路抗议群众，大概是吵甲真厉害。A lot of people may think that this is a war against Iran. It's not. It's actually a rescue mission to help save the Iranian people who have actually been oppressed for so many years. You know, I mean, I'm not a huge fan of Mr. Trump, but he has actually helped us in this case. 伊朗女性穿所有的故事标志性的红袍，来控诉伊朗政权的残酷甲粗残。
高声话美军的军事行动是一场暗网经过研究，不过无到1公里外，由停止战争联盟工会组织，甲英国社会主义者交织的左派阵营，是举反川普旗啊，呼吁停止战争，守护和平。Donald Trump, stay out of the Middle East. It doesn't belong to you. And then you criticize Russia for attacking them. This is wrong. Yeah? You can't have it both ways. Netanyahu should be in prison. The world wants peace. No more Western imperialism. 这两种激动的声音，亲像议场内底辩论，也出英国伫对美关系顶端的强烈分歧，因比最佳盟友关系咧遭受严重的考验。不过，现在谈到街头上对于是否要支持美国在伊朗的行动呈现的都是分歧的声音，但从民调上却显示颇有共识，近50%的民众是反对，只有28%的民众支持美国行动。公视国际记者杨芳在英国伦敦的采访报道。再来看亚洲杯女子骹球赛伫咧澳洲举办，拄好就去撞到美国甲以色列空袭伊朗，伊朗的队员即马就去用点名做记号，讲因是叛徒，安全受到威胁。目前已经传出讲有5个队员已经伫咧澳洲的安全处避难。伊朗女子骹球队伫亚洲杯比赛互人淘汰了后，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记者伫澳洲黄金海岸的饭店，看到一场戏剧性的景象，几个球员伫甲活动人士谈话了后离开大厅，无偌久，包括翻译甲教练在内等等第2组人，看起来真惊吓，总入去饭店，了后佫返去到家己的房间。消息人士表示，有5位伊朗的查某球员已经伫澳洲一笪安全处受到警方的保护。一个不愿签名的球员家属表示，因计划申请庇护。初8礼拜，伊朗查某骹球队甲菲律宾小组赛0-2踢输了后出局，支持者烦恼因的安全，伊朗侨胞伫路边迎接球队坐马术。迄天比赛进前，伊朗查某骹球队有同齐唱国歌。6天前，也就是初2小组赛头一战对着韩国，因拒绝伫比赛前唱国歌，互半官方媒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讲这是战争时的叛徒，刷了初5对战澳洲，伊朗查某骹球队有唱国歌而且行礼，这引起澳洲人权活动人士的烦恼，认为因可能受到政府的威胁。美国总统 Trump 初8伫真实社群大文表示，澳洲已经同意提供部分伊朗查某骹球队员庇护，而且其他的队员当时退房刷落来要去倒位，返去伊朗也是飞去第3国，这拢无清楚。中东地区因为美伊联军甲伊朗的冲突，地区伊拉克领空拢关起来。原底31伫墨西哥举办2026年世界杯洲际附加赛受到困难。伊拉克教练阿诺德烦恼球员甲工作人员无通去到墨西哥，恐惊会失去争取40天来头一届晋级的关键机会，呼吁FIFA甲比赛延后。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即马中东咧开战，国际原油受到影响，避免库存用了。即马缅甸的政府开始限制私人车就路，若要驶车，就要看日子，看这车牌双徛好。亚明加拉是开始限制加油的量，印度的加速嘛讲已经起价。大车路汽车来来去去，缅甸上大城市仰光本来车路车正塞，却因为中东战乱的影响，全球油价大起了后，缅甸政府为了节省国家的石油储备量，为初一开始颁布新的交通管制措施，要求除了电动车、公车、计程车、货车、救护车甲运输车，这公务机关的车，其他私人车爱照车牌头一个数字分做 KI 甲双的来开车。Siapa aku soma回来着我那个噶妈可能骗你了，妈也得嘛了出路身边，咱们我看你也假如找我这里容易找我们必定是了。缅甸军政府表示，国内90%的燃油挖靠进口，所以禁止企业甲个人囤燃料有关介绍专卖，那是违法，会予政府起诉。部分民众感觉限制开车会当解决交通塞车问题。另外，根据车牌号码、起甲双的分配汽油，会当提早计划好车辆使用的燃油量，规划要开偌远。除了缅甸国内汽油90%挖靠进口的孟加拉，因为惊买无汽油伫抢买，囤积汽油的现象，互孟加拉国家一位公司为初8开始限制车的汽油购买量。像讲，机车一台上最敢会当加2公升，准讲是安尼，加油站前车阵嘛是排真长。এখন বাজে 1:40, এখন আমি তেল পাই নাই, তেলের গাড়ি আধা ঘন্টা হইছে আসছে,
তেলে গাড়ি আনলোডিং হবে, তারপর আমরা তেল পাবো। এখন আমি রাইড শেয়ার করি, আজকে আমার রাইড শেয়ার পুরো টোটালি অফ। যদি তেল পাই তাহলে রাইড শেয়ার করবো, নাহলে আজকে আমার টাকা পাই।若是印度是提高主食用的汤泉雅素销售计数，印度上大炼油商加液化石油气销售商印度石油公司，加14.2公斤重的汤泉雅素计数调关7%，达到913印度卢比，等于是大票315块，引起民众的不满。सिलेंडर लेने आई थी यहाँ पे, इतना महंगाई बढ़ गया, 60 रुपए बढ़ गया, हर चीज को कोई दिक्कत हो रही है, रसोई पे मतलब फर्क पड़ रहा, हर चीज महंगाई बढ़ती जा रही है। 印度北方邦国发生不满的居民，跟雅素桶伫销售处头前的车路规定的抗议。印度政党国民大会党的成员是批评政府甲总理莫迪甲油价起价的负担直接转予民众，呼吁政府甲总理爱降低雅素的计数。公司新闻陈世东编译。国际上的大代志，做伙来看世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尼死亡，由伊的第二后生穆吉塔巴来接任，随着传出讲伫咧政会当中受伤。印尼国内上大的粪扫场发生崩塌，尚无造成4个人死亡，5个人失踪。官方是调动超过200名搜救人员，全力搜救。昆纳首都奈洛比落大雨做大水，上无已经造成42个人死亡，包括军方在内各单位继续加入救援行动。继续来看中国两会开办期间，因的外交部长王毅是搁在表明讲，中国对台湾有主权。咱的陆委会就批评讲，莫搁家己骗家己啊！针对3月底，这美国总统川普要访问中国见习近平，这陆委会嘛强调讲会随时关注。伫咧中共2度重要政治议程两会举行的时阵，中国外长王毅搁在引述利剑历史文件，讲拥护台湾的主权。陆委会批评中共想要消灭中华民国是自欺欺人。所谓的2战后的国际秩序，都是由中华民国所参与跟建立起来的哦。那么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说是毫无关系。所以我们还是会去忽略北京哦，应该要正视历史事实，并且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客观事实。因为今天的两岸关系，陆委会认为中共提出的促统、促融、反独、反介入，袂干那只是口号，会进行具体作为，对待工作的国家做国家有政治法律层面。不管在融合发展，在促融、在促统上，北京不会还停留在口头上的片面宣示，而没有采取实际的行动、具体做法来推进操之在己的作为。所以我相信，大概等到第15个5年规划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它融合发展怎么进一步推进。因为2026的第一遍全社会3个月进行，台湾的问题一定会将这焦点。陆委会强调，咱拢有密切掌控，也正面看待美中元首的对话，控管风险，避免误判。不过，外界也注意，川普第2任期对中国的态度，敢若无亲像以前遐强硬，敢会影响美中台关系。I'd certainly reject the notio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der President Trump has gone soft on China. I mean, I think in the last administration you had a very vocal from the president who would, make comments about the leadership of China, about very sensitive topics in a way that would catalyze a massive reaction, but without delivering the strength. 无认同前总统拜登任内至少4遍改变战略模糊，公开表示会协防台湾。美国国防部政治处长柯博兹讲，川普政府的做法拄好颠倒病，为讲国家精准，而且也确保有组织对第一岛链进行侵略行动的能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审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甲逮捕关顾分子列做因的工作成果。第二点名讲，这北京文化总编辑布查讲伊煽动分裂、破坏国家统一，依法爱判刑。咱陆委会就批评讲，这就是中国这专制本性。中国两会议程持续进行，7号早起，中国全国人大会议审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报告，其中把严定逮捕顽固分子列做进行1年的工作成果。坚决捍卫国家安全，深化反颠覆、反分裂、反恐怖、反邪教斗争，严惩
台独顽固分子。报告文告点名北极文化总编辑复查李延和案，讲对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李延和依法定罪判刑。回顾中国国台办去年3月公布复查涉犯煽动分裂国家罪，经一审公开宣判，处有期徒刑3年，褫夺政治权利1年。不过复查是2023年3月，登去中国探亲的时阵，互上海市国安局抓去，互人限制人身自由2年，依法应该当接算刑期。不过释放时间各大也无消息。李延鹤只是一个单纯的出版人和文化人，中共逮捕和拘禁他，就是为了压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件事情凸显出中共专制统治的本质。陆委会批评中国为着打压言论甲出版自由，所以关押复查。因颁布订独22条了后，持续透过法律手段加强对台湾管辖甲跨境镇压，包括公告通缉咱深圳大队甲驻通电军成员，扩大甲真侪政治人物列作台独顽固分子清单，各甲侦办国安案件的检察官列作台独的共犯。复查，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具有中国大陆的出身的背景，所以它要实施的话，必然就会找这种案子来处理啊。不过对于中国这种不会把人权、不会把法律当作是一个正办的国家而言，它随时都可以操弄这种法律战。学者指出，中国实际上对台湾无司法管辖权，只是想要制造互人紧张、唔敢加讲的效应。若是民众要去中国，也是应该提高警觉。记者采访报道。刚看台北一个65岁查甫人，讲伊有受到上帝甲指示，派去台共会举刀啊冲入去总统府，去互迄维安人员甲压制上班。另外，伫咧家己的一间护专，也有一个防退伍少年啊举刀啊冲入去学校，去互校安人员甲制服。警方接到报案，加派警力到现场高度戒备，因为这个查甫人举一支水果刀撞入去总统府头前的广场。现场维安人员先把刀抢起来，压制伫涂骹，合过警察到现场，把人带回去。代志发生伫咧初高透早2点多，65岁姓李的查甫人自贵人坐计程车落车了，就随架栏杆展开，想要撞入去总统府。警察宪兵随来挡，过程中未造成人员的伤亡。全案依刑法口2公众安全罪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警方调查这个嫌犯并无任何定情的记录，被抓起了，伊讲是上帝派伊来台共会。依照涉犯恐吓公众安全罪嫌以上，先后检方审查。总统府讲，警卫单位第一时间就依照标准作业程序快速应处，府区的安全无问题。以后也会继续强化府区的维安加巡查作业，确保相关安全。同款是夜倒的惊险场面，是发生在咧学校。这个穿乌衫的少年人情绪真激动，行为真奇怪，拿一支刀一直压。学校安全人员随地的后边给压制，不过总头啊互伊刀围住。有2个同仁有帮他制服之后，我是随即向前要去取他的刀子，然后这个手部才不小心被刀子给划伤。代志发生在咧嘉义县大林镇一间护专，涉案的少年人随到早起9点多，骑乌托邦撞入去学校，伫国华大楼的地下室拿一支刀一直划休，行为真怪异。学校讲，伊本来是这间学校的学生，不过去年4月就退下，唔知为什么拿刀入来学校。在去年的4月。他因为缺矿太多，然后自行到学校来办退学。那至于说他在学校有没有跟同学有一些恩怨，在他就学的期间，我们并没有接获到。警讲，伫学校的学生看到这种惊险的情形，心内不安。学校直直案发了，已经按打同学。另外，有关学校的门禁也有安全问题，也检讨强化。记者综合报道。花莲马坦溪帮山河做大水，造成19个人死亡。检方认定讲，公局乡长林清水无强制撤离，天灾都要来啊，佮走去创喙齿，资料乱报，暗砍事实，依照过失致死定罪，更加法院甲判10年。荷兰基后，我2个月，公务乡长林清水和花莲地检署认定，伫去年花莲马大岸溪帮山湖大水灾前后，涉嫌伪造数据，佮无落实撤离，造成19人死亡。查到依照涉犯公务人员毁尸职务造成灾害等罪嫌，对伊提起公诉，各求刑10年。香港所必须定员报假姓王的民政科长嘛，荷兰起诉。被告3人身居要职却罔顾人命，饭后推诿卸责，誓词狡辩，态度恶劣。
检方列出时间顺序，去年9月20日，县政府通知乡公所提早做好体力准备，隔一天换中央提醒。预计受选人数已经到过6000人，不过林清水疏忽危险，只有上去依然参访，法庭嘛无投入风灾，颠倒甲军方食饭。到9月22日发布红色警戒，以加强制体力部分居民真侪该加做数据汇报。这个期间，各互人发现无尽积极，早去防啉诊所做喙齿，甚至9月23水灾发生前，无实际清查煞加讲有预防前体力，拢已经执行完啊。就在相关规定，我们都是依照灾害防救法相关的规定以及流程来办理的。基层的乡公所人员有3人被起诉，法检讲会持续查清楚相关权责机关是毋是完好牵涉不法。未来无排除约谈花莲县长等人说明，只是这个水灾升等光复乡当地也搁伫复原中建。灾民的重建家园的配套措施，到目前政府还没有做出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灾后复原的久长时间，灾民一直拄着难题。县政府115年度总预算嘛，因为伫内容无明确记载甲马大安溪的相关经费，无得到县议会排审。这案子还在我们程序会，我们就是要求他们做修正或补述或调整都可以哈。若是你有需要，我想我们整个预算审查通过，我们在115年还有追加减预算的机制。县政府表示，中央已经编列300亿特别预算，各项救灾重建项目陆续配合执行。若总预算案如期送议会，一直拢无审查，是影响县民的权益。若是要求中篇，实质已经超过审议权的范围。不过，县议会是说明，敢若请县政府伫现有的架构，就相关的内容做修正还是补充。真侪该发文煞无得到具体回应，双方各人讲各人的，和总预算的审议一直拢无进展。记者采访报道。连锁火锅店远东红洗出头家涉嫌加这国际诈骗集团来合作，甲因斗生钱，金流是超过5200万，检方起诉18人，并且法院判10年徒刑。对啊，你今天有拿搜索票过来？这现在负责的是谁？检方入来到这间办公室，查扣相关证物，佮带走蔡姓主嫌等20人。知名连锁火锅品牌远东红蔡姓负责人牵涉诈骗洗钱案，检警查出伊涉嫌用公司口座收诈骗汇款，替诈骗集团洗钱。蔡显以1/1000的佣金游说其他负责人提供公司账户，用以美化金流，并制作假合约开立不实发票，诱骗银行放行大额金流及企业贷款。看监视器画面，蔡姓主嫌啉贵领钱的过程虽然看起来无啥物各样，不过实际上领的拢是贼仔钱。警方表示，该集团用假检警加假投资的方式拐被害人，不法所得超过5亿。蔡姓主嫌所经手的14间公司，共88个人头口座，金额着5200多万，正做洗钱产业链。若规个集团总共诈骗16个被害人。经统计，共有14家公司在蔡显掌控之下，涉诈洗钱金融账户高达88个，诈骗金流超过5亿新台币。检警伫去年11月到今年1月发动2波搜索，逮捕蔡姓主嫌，有相关人头公司负责人甲员工拢总25人，佮发现其中3个人有得联邦的背景。台北检方查到以诈欺、洗钱、佮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将蔡姓主嫌等18人起诉，佮建请法院对蔡姓主嫌处10年的刑期。若蔡姓主嫌目前是还在羁押。记者综合报道。地方的消息来看，宜兰大溪一个温泉社区细路的保全涉嫌伫咧公共便所内底放手机共头翕，佮用 AI 来换面做假影像，计共有25名女性受害，检方是正结起诉。宜兰大溪一个有名的温泉社区传出保全偷翕案，一名细路的保全涉嫌伫社区公共便所藏手机甲偷翕的镜头，偷翕10个囡仔伫便所的画面。作案的时间超过2档，故意自备之针孔摄影机及手机等录影装置，拍摄不特定女子如厕之性影像。本案经报请宜兰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根据调查，代志发生伫2023年4月9、2025年6月7，总共25个受害查囡仔，其中4个人还未成年，有被害者2年外，共偷翕257届。
细路的嫌犯，佮透过 AI 人工智慧、模拟佮深造技术进行面部的影像合成，造成面露较水的不实性影像。有被害人烦恼影像若是流出去，会变做色情网站的女主角。加在经过调查，这影像并无流出去。我觉得有点惊讶，惊到我啦！住户表示，平常时保全甲住户关系真好，听到安尼的消息拢真惊吓。根据了解，这案是因为保全的查某同事发现才压出来。侦办的时，伊嘛承认伊做唔对。被告犯罪事证明确，好，那也有经过被害人这个表示要追究，提出告诉，所以说这一件就侦查侦结之后，认为说要提起公诉。检方伫个起诉书批评细路的新义社区的保全应该负担维护治安的责任，却颠倒利用伊的职务来做偷来暗去的代志，将别人伫便所隐秘的行为当作满足伊家己性需求的工具，犯罪动机真恶质。专案依照违反离校性剥削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中华丽水双北溪爬山步道，初八下晡有民众发现讲有人摔落去40公尺深的山坎，这消防赶去救人，但是人已经无开啊。详细事故原因搁爱调查。快点来，快！消防人员伫树仔顶白沙啊，准备落去40公尺深的山坎救人。初八下晡，有民众伫中华丽水乡前北溪登山步道，发现有一个人摕伫边仔的山坎，赶紧报警。由南投甲中华消防局出动13位消防人员去现场救援。二水分队立即出动2车5人，到达现场与南投县消防局人员会合。于步道上架设绳索系统。于落差40公尺之边坡，将患者抢救打包救出。消防人员落去山坎救人，发现人已经无喘气。初步调查，这位疑似爬落去山坎的民众是一位51年厝姓黄的查甫人。家属第3月初7有报案讲人失踪，是安怎会伫山坎死亡，也阁需要调查。现场经消防人员救起后，坠落民众已无生命迹象，后续将报请彰化地检署检察官相验。以厘清死因。这条生态步道全长大约2公里，是中华丽水通去南投民间寿天宫的登山步道，有不少民众会来这爬山。警消队提醒民众，若是去山区运动，上好招伴做伙行，行步道嘛爱注意脚步安全，避免发生受伤的意外。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讲到远东航空自从108年停业，有2台飞行机就安尼停伫咧高雄国际机场，到达已经要7档啊，拢总欠高雄机场900多班。即马其中一台飞行机后礼拜就要公开拍卖，底价是800万。机场嘛望讲会当做一摆就拍卖出去，也好这机场的位会当扭出来，方便调度。银行呢就说停了松山、桃机跟高雄。那现在银行是停了这2停机位。去年1月，中央官员来到高雄国际机场时，早就讲到要甲远东航空长期占用机位的2台飞行机刷走，方便机场时间好调度。即卖机场总算找到解套方案，争取到优先权，17要甲机场1台3款属于远航的飞行机进行强制拍卖。这嘛是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成立25档来头摆拍卖飞行机。MD-82目前停放在小港机场。那从远航108年停业以来，因为长期停放在小港机场，所以呢有致欠高雄国际航空站大约600多万元的这个费用。这个拍卖飞行机停伫咧高雄机场已经6年外，唔捌发动过。对法务部的网站顶悬会当看到这台飞行机，无论是外观还是内装，拢已经有年纪啊。高雄国际机场表示，高雄车拢总有2台远航留落来飞行机，包括降落费甲停机费，总共欠机场948万。对咧拍卖这台远航的飞行机，另外一台3款属于华裔公司的，嘛要求紧做处理。拍卖后的飞机如果处理完之后，或另外一架飞机再把它拆解移离，就可以再增加1处的停机位，可以提高我们空测机坪施工时候的运作跟调度的一个效能啊。台北分署今年初要拍卖一台远航飞行机，第3标以320万成交。高雄分署表示，高雄这台型号甲台北的无同，拍卖底价是800万，因为飞行机是民国80年生产的，已经超过法定限制26吨。未来买到的人，敢若会当做私人运用，未当阁投入商业载客。记者郭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
网络频道水电爸爸黄志尧用台语介绍水电技术，得到今年教育部本土语言杰出贡献奖。伊讲，当时是因为疫情期间，真侪人拢叫无水电，伊才想要出来教，叫伊用华语来讲，电脑是讲袂认同。咱真要来学报，看因学偌济，即个空呢，完全空，较早人看因地偌甜。水电爸爸用汤匙啊对电热水器挖出遮尔济地带，挖到尾啊，竟然挖要5公斤。这地带，这就是古早兄弟啊，阮兜哪有地带，就是这啊。看完这个影片，互人学到真侪专业的水电专有名词，地带、丘陵套、气搭。一般的气搭吼，伊是电路的啦，电路的时若拄着这手机就较紧歹。我是听用钛合金的，伊的寿命较久一点。这是 YouTube 网青水电爸爸上侪人看的影片，到目前拢总有260万人次。即马水电爸爸的网络频道订阅人数也来到66万人次。民众看影片学水电，嘛真介意水电爸爸的台语开口。今年水电爸爸也得到教育部的本土语言贡献奖。阮翕影片，我若要用国语的翕袂落，因为阮伫工地拢用台语啊。有的人会讲嘛，讲喂，阮若听到台语的，感觉佫较亲切。水电爸爸讲，对水电师傅到网青身份的转变，拢爱对2019年的疫情讲起。伊讲当初时疫情炭烧，真侪民众叫无水电师傅，伊的后生想到办法，叫爸爸翕影片，教民众动手做，无想到讲遮侪人会介意。业主逐工就敲电话，找无师傅。嘛找无师傅的时，阮就会去想嘛。无，阮来翕只影片，互大家来分享。看到了会感觉讲，喂，原来咱有遮侪物件，会用家己落去做，唔免着一定要叫师傅。水电爸爸的后生唔时间和爸爸做伙做水电，有时间就受剧本，替爸爸录影片。虽然变做网青，唔过因的本业也是水电师傅，替客户服务。因讲翕影片就是希望民众会当了解水电的知识，若是会当保存台语，就是因上欢喜的代志。记者查询林旭凯台北报道。在德国南部城市布特伯恩区，有17%的居民拢是外国人。政府和这科技公司来合作，开发出甲市场有同款声音、同款外形的 AI 市场。在因的官方网站，用24点钟，用28种语言来为市民解决问题。Hello, I am your digital citizen guide, and I'm available to answer your questions. Bonjour, je suis votre guide citoyen numérique et je suis à votre disposition pour répondre à vos questions. 连伊讲英语，连伊讲法语，因幕中规铺白头衫，穿一束西米露的查甫人，受法兰克福南平的布丁尼伯温区的市长梅克尼的分身。政府用伊的外形做基础，开发出 AI 市场，会当用各种语言回答市民各种问题。Ich kann Ihnen Informationen zur Gemeinde Büttelborn geben, Fragen zu Verwaltungsleistungen beantworten und bei Themen wie Sozialleistungen, Behördengängen oder Angeboten der Jugendförderung helfen. Sie können mit mir sprechen oder schreiben. Ich antworte hauptsächlich per Audio. 布丁尼伯温区人口大概15000人，其中17%拢是外国人。为了协助民众解决各种生活问题，市政府和 AI 人工智慧研发公司普特吉乐心有限公司合作，做出包括形象、甲声音、甲市场完全相像的 AI 虚拟市场。另外 ，AI 市场会当用包括英语、法语、德语，甚至是中语等28种无同的语言，24点钟回应市民各种市政的问题，互民众唔免为了政策的问题伫电话中等待，也是需要长时间用电子批来去。这个 AI 市场的形象，连市长本人都讲赞。Ich würde schon sagen, dass er dem Original sehr nahe kommt. Ja, ab und zu ist die Sprache ein bisschen abgehackt, aber sagen wir von den Bewegungen.Von der Sprache erkenne ich mich schon wieder, außer dass er kein Hessisch kann. 研发 AI 市场的企业表示讲，这个 AI 市场未要求民众提供任何个人资讯，嘛未收集民众的个资，符合德国政府对一般资料保护规范的要求，所以市民会当放心使用，来大大提升市府回应市民的效率。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根据欧盟新的环保法规，要求到2030年，所有这欧盟市场的产品包装，拢爱是下当回收的。在比利时，就有一间新创公司，因是利用果甲茶壶做下当分解包装材料，咱做回来看卖。根据欧盟数据，2021年每一位欧盟成员国公民一年制造将近190公斤的包装本数，到2025年数字更加增加到209公斤。
等于是每年以将近5公斤的速度增加。包装废弃物对地球带来污染正逐渐的扩大。市面上所流通的商品，那一定爱使用包装，那呢是有法度卖留下任何污染的物质的。比利时一间新创公司，过去10年来一直伫收集在地上架的咖啡粉，用来种用食的菇类，就伊甲这份绿色的经济力量进一步来发挥。利用真菌的菌丝体做出会使生物分解的包装材料，会用来做沙文鸭啊，也用是红酒、手表啊，甚至是珠宝的包装。Donc ces mycomatériaux, comme on les appelle, ça a un aspect un peu dufteux, c'est assez doux et c'est ultra léger. C'est un aspect très organique, comme dans la nature, l'un ne va pas ressembler à l'autre, il y a parfois des petites colorations qui sont naturelles et qui sont normales. C'est un aspect assez esthétique et original. 菌丝体是真菌的营养器官，先甲伊摕来甲外地的茶沙巴只有机的材料来淋斗阵，佮放伫模具内底。了菌丝体按照要求形状生长，成做亲像豆腐物质的物体，了打扫脱模就完成了。毋但会使代替普利龙的材料，也佮有聚苯乙烯这污染性物质，而且比也会使完全分解，也会使甲家己的养分献互大自然。Donc au bout d'environ 10 jours, il aura poussé pendant 5 jours et puis il y a encore 5 jours de séchage. On obtient ce packaging. Ici c'est pour y mettre des savons et il est tout à fait biodégradable. En 30 jours on peut le composter, il se dégrade dans la nature et va même renourrir le sol parce qu'il a encore plein de bons nutriments grâce aux champignons. 原本只是小量经营户高级饭店，只有这间新创公司充满信心，甚至开设新的工厂，设法要拍入竞争激烈的包装市场。伊养活得起，主要是来自欧盟的200万欧元的资助，也有地方政府支持。另外，伊也对瑞士的一间私募基金得到100万欧元的资金挹注。为着永续经营，这间新创企业至少爱伫2年到5年来赚钱，并且伫3年内达到300万欧元的营业额，也因此必须去扩大甲酒庄甲消费性品牌的这个合作。其实早伫2007年，美国就企业开始陆续用这个蘑菇、香菇研发出绿色包装的材料，就已经又进一步甲应用伫建材、家具，也有流行服装这产业顶面。Edible, flexible, light, strong, fire resistant, water repellent, and biodegradable. 25年前，有美国学者头一摆提出生物经济这个名词，因讲人类伫资讯经济了后，会全面迈向生物经济时代。想象一个未来世界，这个蘑菇、香菇可能毋那是真好食的物件，无哩卡将会是影响生物经济背后的推动力，互人类会使甲千年不坏的普利龙改去掉，改变使用，处置伫地球使用完了后，也再幸福地球的永续材料。公视新闻王如梅编译。天气报你知，今仔受到冷气团影响，各地温度继续降。下晡报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12度至16度，中部地区12度至18度。南部地区14度至23度，东部地区13度至20度，外岛地区9度至18度。还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陈志安，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